台82线快速道路我家己东石迄段，今仔日早起呢是发生一桩真严重的车祸，有一台沙石车为着要闪这乌托摆，甲轿车相撞，结果这台轿车转前入去人的园林，规台车是安尼弄甲密密冒冒。因那这台沙石车呢，嘛因为并车，车道在的这石头是压甲规涂骹，拢总是有4个人受伤。怪手无认真去路边，沙石车并且伫咧路边。 规条路顶面拢是石头，这是台82线家己东石向州仔的路段。在时啊要7点的时阵，这台沙石车甲一台轿车相撞，警消人员赶到现场，将伤者送去病院，嘛对现场的交通进行管制。现场为砂石车与汽机车发生车祸，砂石车翻覆于顺向车道，自小客翻覆于对向车道，车体严重变形。现场有4名伤者，分别脱困后。 皆意识清楚。我大家拢做飞机的，我调倒啊。啊，你是要搁直行还是要倒啊？直行啦，搁要直行了哦。现场会当看到，互弄入去田内底轿车已经变形，规台车密密麻麻，沙石车载的石头嘛影响到两边的道路。 现场路民众讲，沙石车为着要闪车，也是啥物原因，才去弄到轿车，结果家己嘛失去控制来并车。上司可能为了闪我德巴还是闪车子，你知道吗？走到可能也是有可能驶到黄绳，有惊到，慢车，慢一段外侧车道，慢个内侧车道，去弄加困到车，一般要往左慢跟往右慢才停车。警方初步调查，在头桥的沙石车可能无注意到头前的车祸，要闪机车的时阵才会弄到轿车。 车祸造成4个人受伤，详细车祸的原因甲经过，阁需要再调查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